六千段波第7课。塞科拉唐尼么？地球和太阳。怎不令敌以印尼顿波影？这个世界的形状是圆形。提拉塞科拉斜江绝基月，我们也称之为地球。怎不令敌哈江加千波引本登？因为这个世界十分广大。提伊索大顿波引本谢卡波瑞。所以很难知道它的样子是圆的。比如呢，可以让从基尔西克囊拉亲呢。例如，当你进入一座城市的话，从基尔提伊萨恰加七冲七张月美谢卡波瑞。便很难知道那座城市的土地范围有若干大小。文江日西起最内对呢？然而，一旦从山顶俯瞰的话，从基尔提伊加圈线兔把形，便能够知道那座城市的范围。怎不令其一太阳踏进波内对呢？同样的世界的形状，如果从远处遥望的话，一顿波因本的些图，便能知道形状是圆的。大卫登土中烟翠怎令拉大对？登陆月球的太空人们在遥望地球时，怎令提伊索大波罗大卜冲冲喜雷通 K 马瑞，就只能看见世界的样子，如同一颗小小的球。让翠怎不令其萨查希拉对呢？如果我们查看一张世界地图的话，怎令其沙圈盲切瓦去 Kepler 通 top， 就能看见世界的面积大多都被水覆盖。怎令其沙圈顿布希拉鬼呢？如果将世界的面积分成4份的话，顿布松去 Cap 月，其中有3份被水覆盖着。怎令其萨以 Cap 北加圈尼？世界被土地覆盖的范围。喜恰季雷梅只占了1/4。你们你怎令雷哈将切瓦人？太阳比世界大很多。你们你怎令雷信赌踏进波罗内月北？因为太阳位于距离世界很远的地方。怎令你对北 up？ 因此，从地球遥望的时候，你们匆匆洗睹通瓦影，
只能看见一颗小小的太阳。解决其重称，替换练习。凯瑞伊、凯瑞尼、凯瑞影。什么的什么是什么？怎不灵迪以印尼顿波影。这个世界的形状是圆形。塔朗基芒西尼眼中影。解脱道的基础是出离。请立基内嘎尼玫瑰影。加持的关键是净性。女梦基窘控尼图松影。烦恼的根源是三毒。西贝扎瓦尼等经影。三有的根本是我执。凯瑞拉凯瑞斜江绝基月。我们也称什么为什么？怎不灵拉塞口拉斜江绝基月。我们也称世界为地球。贝马拉丘界斜江绝基月。我们也称莲花为水生。达瓦拉日本间斜江绝基月。我们也称月亮为有土。尼们了推基达波斜江绝基月。我们也称太阳为时间的主宰。提议凯瑞看这银本了谢卡波人。很难知道它的什么是如何。提议所大顿波银本了谢卡波人。很难知道它的样子是圆的。提议南巴这波银本了谢卡波人。很难知道它的外表是美丽的。提议给张念波银本了谢卡波人。很难知道它的声音是悦耳的。提议追巴度假银本了谢卡波人。很难知道它的行为是恶劣的。提议先巴桑波银本了谢卡波人。很难知道他的心地是善良的。提议屯大桑莫因本谢卡波人。很难知道它的意义是深奥的。凯瑞以沙圈盲切瓦凯瑞以卡本通透。能看见什么的面积大多都被什么覆盖。怎令其沙圈盲切瓦去 Kepler 通透？能看见世界的面积大多都被水覆盖。抗日沙圈盲切瓦卡威 Kepler 通透？能看见雪山的面积大多都被雪覆盖。且当其沙圈盲切瓦且没 Kepler 通透？能看见沙漠的面积大多都被沙子覆盖。扎汤其沙圈盲切瓦乍以 Kepler 通透？能看见草原的面积大多都被草覆盖。
那切尔基沙圈芒切瓦基辛基卡布尔通托，能看见森林的面积大多都被植物覆盖。南开沙圈芒切瓦金杯卡布尔通托，能看见天空的面积大多都被云朵覆盖。七色生词。塞库拉，地球。你们，太阳。怎布林，南瞻部洲，世界。ip， 形状。盾波，圆形。绝，传说。哈江，十分。行千波，广大的。卡瑞拉丁，因此。手大，样子。谢，知道。卡波，困难。比如呢，例如。重庆的城市。庆巴。卓瓦，去行走。萨恰，土地地方。行切冲，范围大小。起针，若干多少。文江。然而。ris山，山。这，顶端。对吧，大瓦。看。亚圈，范围。行，同样的。踏行波，距离远。开始以颠土，什么的上面。左边错，去的人们。萨查，地图。沙圈，面积。芒切瓦，大多数。卡巴，片满，覆盖。臀部，小块。鬼把狗瓦，划分。洗恰井1/4。信赌，非常。内，安住。